那陣捌掠過鳥鼠的民眾，你一定發現講這鳥鼠確實真歹掠，講到這鳥鼠的問題，考驗到政府安怎處理的能力咯。這台北市為了要解決這鳥鼠的問題，宣布要推出鳥鼠淨空署。環境部長潘啟明是建議講，要找專業人士來處理會較好。那市政府是回應講呢，這個淨空署是協助民眾找鳥鼠的來源，不是盜獵鳥鼠。環保局的工作人員掛手錄投放鳥鼠日，加強鳥鼠的防治。針對公園內面有當時會看到民眾在飼鳥啊，台北市公園處嘛特別提醒講，今年5月初一開始已經加強處理，對違規的行為依法採取相關會當罰6000。另外嘛會加強公園的糞掃桶清運的頻率。比如說，我們看到鼠洞，我們會去計算有幾個鼠洞，我們今天投了多少藥，那都在日報表裡面都很詳實的去記載下來。比如說今天投了3個鼠耳通道，那我們可能經過2個禮拜，我們會再回來複查，看看裡面的鼠耳有沒有被咬食的情形。真濟部分做伙做防鳥鼠，台北市政府宣布推出鳥鼠類的淨空署。環境部長潘啟明表示講，伊是第一擺聽到淨空署這個名詞。伊講滅鼠是專業的工課，建議參考新北市政府找處理鳥鼠網仔的專業人士來處理，可能較好。偵防師是什麼？我昨天也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一個名詞。我會希望說，很多事情可能需要靠專業的來。其實民間的防治專業人員，他們所持有的證照，跟我們偵防師，也就是消毒班持有的證照是一模一樣。相關執行的細節，環保局接下來很快就會跟大家做公布。有民代質疑講，台北市清潔隊的消毒班干那86個人，大家人愛應對超過1萬戶，這種配置無可行性。不過環保局記得講，天狗日的期間，民眾對天狗日有真濟疑慮和煩惱。迄當陣的生態防網仔署是提供相關資訊和協助，並無人力無夠的問題。鳥鼠類淨空署的部分人力會超過100個，工課不是掠鳥鼠，是替民眾倒找源頭。鼠來它的通道到底是什麼？那鼠吃它的食物的來源到底怎麼樣？還有鼠住就是堆積雜物，還有老鼠容易存在的位置是什麼？一般民眾可能沒有那麼了解，所以我們希望說，透過這個鼠類偵防是可以幫助大家更進一步去了解，一定會超過100人。市政府嘛進一步講，刷落來看實際狀況，若是有更較大的需求，嘛會隨時來調配人力。除了淨空署，還有淨空署的協助人員，配置會看大家區域回報的狀況來定，希望以社區做單位，刺激的方式，到甲民眾找到鳥鼠的來源。記者綜合報道。